美術字呢樣嘢，除咗佢本身自己嘅即係叫靚唔靚啊，或者佢嘅獨特性，或者即係香港有幾多香港嘅元素喺裏面之外咧，佢其實仲有一個環境嘅一個因素喺度，就係其實嗰個字放喺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即係一個好普通嘅字，即係我放咗喺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嗰個環境會令到佢成為一種美術字。電腦啦，主要電腦嘅方便同埋電腦嘅迅速地發展，係影響咗一代人嘅對於文字或者對於字上面嘅要求同埋修養。即係以前我細個都仲會寫字嘅，其實即係講到去過咗中學，基本上你讀書都係電腦打字，你都唔會寫字，甚至乎更加少寫中文。咁當你唔寫字嘅時候，你就會慢慢忽略咗，從來都唔覺科技係一種唔好嘅產物。咁但係工藝亦都唔係話淘汰就可以淘汰到，同一種理念、同一種方法，同樣可以擺落去電腦入邊嘅。就正就係我點解好想將一啲舊嘅香港或者在地啲嘅香港嘅一啲視覺，可唔可以擺翻喺現今嘅一啲媒體嘅一啲設計上面咧？咁我就覺得絕對可以嘅，而只不過睇下大家係咪真係即係有心去推動一啲本土嘅設計文化咁樣。